现在公投的宣传真正是热切切，议员柯林表示，市区4月看到的看板，不管伫人行道、伫电火条，还是踩伫路边，不过市府针对这违法的选举广告物，不但无任何的处理，甚至根据媒体报道，也有警方设立电子巡签单，让伊相当不满。议员正式伫议会提案，要求依法拆除，先予市容经济美观。这个广告看板上面有所谓的这个电子询签单，在这个地方。那我想，公投已经日近，室内街道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主张公投立场的看板设立在人行道上，或者互挂在电杆或交通号志杆上。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那我认为我们政府的公权力应该要伸张，对不对？能够让市容美观。那避免外界对公权力不彰的一个讥讽，就说市长，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要求做所谓的处理？就是我在这边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认为警察既然已经知道了，包括议员，您提到了我们内部检讨，而且我个人也觉得，就针对特定的一些看板去放那个巡逻站或巡逻单，我觉得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他去放的行动站，他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违法看板了，要不要自行通报？没有，如果说因为处理区公所或者各单位应该要自行通报，我们会内部去通报，包括警察、包括志工、包括环保、包括其他，如果看到一些违规的看板或者是一些违规的招租广告啦，这些广告我们都会通报。那特别是这个公投案在12月18日，我们不会只有针对一项特殊的。议会除了具体要求各区公所甲权责单位应该全面清查公投主张的违规情形甲位置，嘛要求监务局伫年底进前全面拆除，公权力全面顶当。对此，市长黄伟天嘛回应，只要违规就是拆除，经费不足的部分将动用第2五笔金。拆除经费今年度还有多少钱？今年到现在，我们580万，现在大概已经花了300万。还有多少？拆除经费现在还有多少了？现在还剩下280万。那280万，如果在今年全部将台南市现在德隆爱，咱针对德隆爱有一些是 TI， 我们就不予暂缓处理。针对德隆爱部分啊，阻止的啦哈，搭建的违章34区的话。在年底以前，可不可以完成整个清除完毕？我目前大概已经拍了600多件，可不可以全部清除完毕？大概因为量很大了，可能全部是有困难，但是我们大概至少现在有排定的大概有600件。那市长的预备金还有没有？报告，如果处理能量可以的话，我们用预备金来支应。好，那就请台南市政府在12月31号以前，将台南市所有违规广告、木质搭设的广告品一次清除完毕啊。监务局表示，依照公务人员选举竞选广告物的使用规则以及违规看板管理规则等相关的规定，目前已经排定600多位违规的看板进行拆除。台南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